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中华北斗一间公寓透早6点着火，因为1楼是电动机车行，火烧较正猛，佮传出爆炸，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今年2月发生2个人死亡的金门快艇案，两方协商今仔达成共识，要互死者一人大约600多万台票，挨个回失礼。台铁北回线中段，航港局宣布明仔载开始往来高雄澎湖的澎湖轮会协助疏运，台北花莲航班一天卖增加4班。咱先来看中华北斗一间拢在西人的公寓，今仔透早6点着火，因为1楼是电动机车行，物件是真多，火烧甲正猛，阁有爆炸的声。消防人员赶紧去抢救，救出4个查甫、2个查某，其中有3个人救无回来。着火原因搁来调查。见到要导火烧甲正猛，一直呛乌烟，抑个不时会传出爆炸声。住伫内底民众是赶紧向外逃生，徛伫边仔看的民众嘛是真紧张。赶快，赶快！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后，赶到现场钻水拍火，嘛特战楼去搜索，将受困伫内底4个查甫人甲2个查某人救出来。其中有3个人，互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送医急救了后，有缘不治死亡。这3个都是欧卡的，大概都是因为是呛伤啊，尤其是我们医院这个里面。还是我们医院的洗身病人。这件火灾发生伫咧30透早6点左右，中华宝岛这搭租户人住的公寓向发生火灾，因为是2栋拍通3层楼的公寓，内底计做10外间套房，火势咧炭是真紧。1楼是电动机车行甲铁皮仓库，大量的电池等等的物件嘛，互大火烧甲正猛。所以我发现1名欧卡的患者，然后经过搜索，在4楼的话，发现2名一男一女。欧卡的患者，这边我有金纸真济啦。哦，金纸吓，金纸倒开，变到臭大味。哎，我就讲台我安尼较紧大，来佫时啊，就一个人家也袂讲，较紧大火烧住哦，我来，阮这边电动车的啦。厝主表示，伊平常时住伫咧2楼，怀疑是对1楼开始着火。因若得过火灾，住户嘛烦恼讲物件拢红烧了，接落来日子是要安怎过？如果我妈妈没有救我的话，我真的在里面的。就是希望就是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交通工具，因为我们现在交通工具根本都没有了。县府甲公所拢表示会提供协助，若是确认到这栋建筑物有违建，也是违法计经的问题，县府会依法来向厝主追究责任。因若明确着火原因，也搁来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2月14发生的金门快艇案，两方协商今仔达成共识。消息是指出讲，咱方会甲对方渔民的遗体，佮有船只拢行登去，互死者的家属一人大约代票680万的补偿金额，卖回失礼。也毋过海巡署是无要正式补偿的金额。海巡署长张忠良伫公祭现场致辞的时，针对海巡人员无录影的代志，搁再回失礼。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是表示讲，这段时间拍拼沟通，总算有圆满的解决。双方善后协商，终于达成共识。希望台湾乙方方面积极落实纪要条款。2月17发生的金门快艇案，经过真侪摆协商，30双方总算伫金门的金湖饭店达成共识。传出包括行2区中国渔民的遗体、封口的船只，互死者的家属逐个人人民币150万，差不多台票680万的抚慰金和回失礼。不过海巡署是无愿意证实抚慰金的数字。这一部分因为我们涉及到尊重家属。跟两岸协商的共识，那目前还没有对外报告清楚。渔民的家属穿丧服，面色是真沉重。前一暗就到当地的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因为残疾的问题，伊无出现伫协商的现场，但是亲身到金门殡仪馆参加公祭，表达咱方的诚意。海巡署长张忠良伫致辞的时阵，嘛针对海巡人员执勤的时阵无录影的代志来回失礼。对于本案没有收证录影，海巡署已经多次向社会及家属致歉。对于家属所受的煎熬，海巡署愿意再次公开表达
建议。外界关心讲，敢会因为海巡馆议会失利，才互协商会当达成共识？林文杰讲，这段时间拍拼来互相的认知会当较活的，是互代志会当圆满来结束的关键。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大家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拉近彼此的认知，好，那所以才会有一些进展。虽然是我们是正当执法，但是一个意外的事情，我们还是会表示这个我们的关怀。工作结束了后，中方会甲遗体含船正稳登去。这摆事件处理模式，敢会变作两方沟通的新方式？另外，澎湖这个渔船台金满88号的事件，含涉湖的钓客是当时会当来台湾。李文杰讲，代志无同，希望会当较紧结束。台金满88号伫对方进行相关程序了后，就会当较紧转来。那位陈玉丁讲，暗算8月会陪家属甲涉湖的钓客带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防部今仔公布，发现中共的军机14架次，中共的军舰9架继续交了咱台湾。因为国军的军舰最近直出海，影响到军舰的修复作业。审计部嘛针对海军提出检讨的报告，指出讲有14架的军舰无照规定的时间修复，恐惊会影响到战备。海军是回应指出讲，因为两岸的情势紧张会尽量来按照任务调整修复的作业。中共了台无停过，国防部3日发布，正式攻击17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空袭7架次，加上共艦9架次，继续伫台海活动。国军严密监控应变处理，军艦接出海反制。今年汉光演习，含舰杀手、塔攻击、巡逻舰都紧急出海，海军各型舰艇任务接力，所以也影响保守维护的时间表。审计部针对海军提出检讨报告，指出海军去年度办理舰艇计划性修复120架次，其中驱逐舰、巡防舰作为主战军舰有26架，煞有超过半数有14架无按规定时间来执行修复，比原本的维修周期延长1到10个月。对此，海军官兵抱不平，为着应对中共敌情，才无法度准时交收。从114年起，那两岸的一个情势的一个状况，还有因应我们共军海上的一个行动，我们任务会做一个调整。那任务的调整，我们的修期也会配合的做一个调修。但维修的一些等级跟维修的期程，它会依照舰艇的一个状况来实施交修，所以对于装备的一些状况是可以维持一定的稳定性。另外，每年国防预算加上特别预算，特种基金有希望达到6300亿。写入历史新闻，国防部证实向这个方向编列预算，也向外界说明原因。那明年是从军事投资付款的一个相对的高峰期。所以说，114年度的预算需求一定是比113年度来得高。也有陆军强化早期武警能力，向中科院采购战术型近天无人机，红点名训练能量不足，有25%组员无处理无人机操作手的资格。对此，陆军会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来训练保守能量。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李明安今仔伫接受访问的时表示，讲中华邮政最近会有人事的调整，新任的董事长会由前交通部的部长王国材来担任。李明安是指出讲，中华邮政因为去年美国胜利是高达过了10亿，所以望讲伫王国材的带领会当来改善。也毋过，伊嘛强调讲，这人事案虽然行政院已经确定，也毋过嘛是爱等行政院正式公布，上紧8月就会上任。再来看国民党的王宏维顶立委指控公视台语台的新闻专题节目报道4个少年家发起罢免家人市长谢国良少年人政治参与的专题，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今仔日向 NCC 告家人市选委会提出检举，要求爱调查。最近，公视台语台的专题节目伫7月28用飘地拆娘行动新世代的政治参与来报道4位少年家因针对家人市长谢国良发起罢免行动的想法和过程。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含林派上针对这个专题报道30召开记者会，质疑台语台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49条第2项的规定。王宏维嘛表示，已经向 NCC 家人市选委会检举公司，嘛要求调查敢有违法的记录。公视应该立刻的下架这些争议性的这个节目。我要求 NCC 去彻查公视
是否有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49条第2项，公共广播电视台及非营利之广播电台、无线电视或有线电视台不得播送竞选及支持或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广告。目前发起罢免贾国良的公民团体已经甲4万多份的连署书交予基隆市选委会，进入第2阶段连署书的查对作业。吴律师针对国民党立委提出的选罢法第49条第2项指出，伊表示所受到限制的是广告，不是新闻报道，而且目前罢免案嘛也未成立，所以应当嘛无受到这个法条的限制。他是说不能做选举罢免的公告广告，他不是说不能做选举罢免的新闻。好，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我们认为程序上丁树兄他就不成案了啦。因为中选会是用感情回应讲，目前罢免提案这件代志，也在庭诉当中，和选务无关系，也是非属地选务。另外，公司台记台是回应讲，针对这篇新闻专题报道敢有违实，也是讲敢应该对网络提掉。公司会伫8月初召开公司基金会节目和新闻自律委员会来进行讨论，作为后续台记台处理的根据。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来关心台铁北回线，因为水泵线个中断，航港局宣布讲，明仔载开始要调派往来高雄澎湖的澎湖轮来协助疏运，因为影响到高雄澎湖的交通和澎湖的民意代表是真不满。经过协调，航港局佮派出南海之星2号来代替澎湖轮。另外旅客嘛会使去嘉义布袋坐船去美景，加开的车钱航港局嘛会专业来补贴。透早澎湖轮已经挖高雄港区，准备载旅客去澎湖下当载运人车的澎湖轮，是高雄往来澎湖重要的交通工具。车辆物资也拢是靠这个航线。不过因为宜华铁路继续中断，31起下方调走3天，支援东部海运，港区已经打出公告，旅客感觉有淡薄突然。我们坐船的呢？今天过去的话，我们要坐飞机回来，他们要去花莲支援，但是会造成很多的不便，因为有的人临时他没有机位，有些要过去的，就还要再另外订那个票，还可以再过去。为了确保旅客权益，航港局公布配套措施，调派南海之星2号接替原时段澎湖轮的航班。旅客也会当去嘉义布袋港坐马公航线，延伸出返高雄甲嘉义布袋港之间，无论是高铁客运、共乘客停车，专业补助旅客。另外，车辆运送30增加航班数分，也是延后到8月初3至8月初6的加班船。货运部分已经协调5间货运公司维持物资的来往。航港局表示，因为下当同时载运人车的大船无济，也拢辜负因的区域疏运任务。新大马轮只会当支援3天，澎湖轮也是过渡时期支援到代替有价秋通的前1天。目前都还没有办法断定啊，还是以听气象为主。目前的规划还是以8月3号抢修通车为目标。代替应变小组公告，目前犹原以8月初3秋通北回线、东正线，8月初2秋通创关线、嘉义到新营会目标，因为部分中段也是会有编组调动。本来是高雄要到宜兰，那里断掉不能过，所以早上转搭高铁。本来这个周末要去台南，对，然后本来要坐火车去，所以我就改客运。台北车站内去东部干线的第4柜台列车拢只会当一地行驶，区间车开到和平。对后座开到苏澳，代替也加强站区广播，提醒旅客部分班次会有移动。记者综合报道。凯美风台造成花莲的铁公路交通拢受到影响，民航局嘛协调立营航空、花莲各台北航线一天是增加4个航班哦。也毋过有民众嘛是个怨叹讲加班机上少咯。那个花莲机场的候机大厅，8点10分往台北的这班花莲机是立营航空2搭独加开的班次。开放定位了后，就随卖了，但嘛是有民众得排候补，因为只要下当坐起哩花莲机就好，总比坐船还是坐火车紧。刚好前面有20-30个没来，才补到我们这3个。
如果那20-30个游览，我们的就补不上，对不对？就算明天也补不到了，因为时间上差太多了。对，搭船要3个小时，对，那搭飞机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凯美风台对花莲往北的交通是造成严重的影响，苏花公路和北回铁路无法度行了后，虽然已经调到新台马轮和平和轮加入运输，但是因为时间伤长，真侪民众嘛是希望会当坐飞电机，但是量体敢若无够。其实候补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啦。我是希望民航局再多增加几个班次的时间，那座位数可以多一点，可以尽快的这个疏散我们这些想要南来北往的这些旅客。那至于票价的部分，如果在这段比较非常时期，可以帮我们就是稍微亲民一点，或者打个折扣。花莲机场本地往返台北、台中、高雄拢总有8个班次。民航局强调讲，已经对2月开始协调地面航空，逐工加开4个班次往返台北和花莲。行政院东部的办公室目前嘛积极在协调交通部，看敢会当以0206低档了后的模式来补助票价。记者综合报道。迄3场1号机伫这个月27停机退休，环保团体嘛邀请日本石川县的争议员，佮有环球团体来台湾分享今年元旦日本林田半岛发生7点大的大地震哦，日本的核能厂的状况，因拢建议咱台湾的核电厂哦，该退休就应该赶紧退休。今年元旦，日本林田半岛发生7点大的大地震，熊熊出现扑起来的物件，悬度有超过2个人分尸悬。可见地震的威力，互地面规个拢变款。日本石川县争议员八野进，长久以来持续反对渚州核电厂的建设。不少在地人伫地震了后，拢感觉加在渚州无核電廠。不過嘛因為安尼，伊對台灣目前的情形提出警示。そういう意味で、ずっと台湾は大きなリスクを抱えた状態ですし、やはりもう再稼働、その稼働の延長など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老朽原発は40年以上の原発、そういう40年以上経過した原発を老朽原発を動かすな、圧力容器が税化しています。巴雅健指出，目前地震的研究建构伫每一届地震的经验，并无法度預測未來地震的發生。所以現階段要運用研究的結果來確保核電廠的安全是無可能的代志。面對目前國內核電廠對地震的應變，上較重要的就是伫地震了後，會當確保機組安全停機。國內核能電廠就參考美國的一些做法，進行國內核能電廠所在地320公里範圍內的一些地質的條件進行分析評估，確保說在超越設計基準的時候，機組能夠安全停機。照目前上新地震風險度的分析，計算爐心氧排氣甲輻射外泄的幾率，核二核三廠有符合標準。目前送核安徽審查，抑個國際農業評估當中，另外用過燃料池彈盡的評估已經得到核安徽核備，無需要進一步補強。不過未來大地震風險要是存在，針對這點，日本的專家要是感覺真煩惱。記者綜合報道。前一站伫日本東京的代代木公園哦，有一場台灣節活動，要來推殺台灣的食食。所有民眾發現講，有打傷的扛棒頂頭出現中國的五星旗，雖然是民間團體舉辦的，也毋過咱國的駐日本代表處哦，嘛有協辦。外交部嘛表示講，因會來調查好清楚。哦，這攏食攏台灣的串冰啦。台灣代表性美食雞排、滷肉飯甲串冰，攏出現佇日本東京代代木公園的台灣節活動攤位，吸引袂少日本人停落來買。也有佇日本台灣有處前來食家鄉味，也毋過有目睭尖的民眾發現，鏡頭掃過的看板出現這個畫面。生意真好啦，你看，遮濟人啊，哦。放大看，台灣的台字、中方方抗字、中國的五星旗。賣的品項除了珍珠奶茶、蚵仔煎，也有中國小吃肉夾饃。到場參觀的台灣人展現性真貴，應該是佇攤商審核上出問題。我相信他可能審核的部分，可能或許是他大概是賣什麼東西，大概是什麼種類的，但是他可能就沒有去審核到就是設計的這個部分。對岸的國旗放上去了之後，然後其他還有把關的部分，還要把101放上去，一定是他特別。精心用力設計過。日本其實有非常非常多像類似這種台灣祭，幾乎都是民間所辦的。那我相信他民間在這方面，他們可能就會更加強在審核的方面。這場台灣祭主辦單位是日本華商總會，駐地代表處也擔任後援單位。外交部指出，這個狀況明顯損害咱國主權，當地進行調查。
该活动基本上是民间侨界活动，并邀请我国驻日本代表处担任后援单位，挂名以示支持。驻日本代表处已要求活动主办单位进行调查，了解原委及处置方式，并将据以评估未来是否将继续担任该活动的后援单位。外交部表示，驻日代表处会就本案处理情形适时对外说明，也要求咱国驻外馆未来伫担任各项活动后援单位的时，要确实伫事前掌握相关活动甲文宣内容，确保类似的情况未可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去年6月开始超速40公里，就算是真严重的超速，会来动罚卖吊扣牌照半档。桃市的警察局就指出讲，这半档来挂假车牌上路的车是愈来愈多，所以即马要来推出 AI 巡防系统，要来加强处理。甲车牌拆落来看，确认是伪造的，当场甲扣起来。伪造的。去年6月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超速为60公里降到40公里，除了会当处分，佫会扣牌照半年。新制实施了后，桃园市警察局发现挂伪造车牌案例，有增加的趋势，大向全国用 AI 巡防系统来稽查。今年的5月，那开始把它汇入到资料库里面。让第一线员警可以做一个移动式的车辨。查扣伪造车牌，今年上半年既有23件，较去年同期13件增加10件，上升76.9%。针对伪造车牌增加的问题，桃园用大数据来分析，互警察会当哪巡逻哪查车牌，是全国唯一一个用移动式找假车牌的单位。经过统计，今年顶半年查扣的伪造车牌约关76.9%。伪造部分本来就会开罚，最高到10800。那现在如果你现在伪造假车牌的话，还会有刑事责任。针对民众买假车牌驶去路面，警方甲律师提醒，车牌甲行车的执照拢是有公文书性质的特种文书。若乌白伪造、变造车牌摕去卖，或者是挂伫车顶驶去路面，上重会当判1年，另外会当罚10800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昨暗的7点外，新北市邦桥有一台笨色车后车道熊熊的庆烟当地环保局是初步认为可能是笨色有行动电源，所以嘛提醒民众亲像电池、高压喷管，佮有一寡米粉、太白粉这款物件会有导火的可能所以是禁止当作一般的笨色，违法上最是当罚6000块。你先来车上哦。一道对粪扫线伫路面，对粪扫车顶管拢总互倒落来。消防员到场是一直抓水降温，唔敢放松警戒。几分钟前，一阵一阵白烟冲出来，驶几台车。案发的粪扫车伫日到暗时7点外，伫新北市邦桥修运到一半，忽然间是呛烟，紧急伫半路停落来。清洁队发现讲，并不是粪扫车本身出问题，是后车道粪扫堆的关系。可能是垃圾里面含有危险物品，那危险物品可能包含了杀虫剂、瓦斯罐等等的高压喷瓶，那也有可能含有锂电池或是随身的充电器等等的，可能都有造成这样子的情形发生。当地环保局研判讲，疑似有行动电源，无妨好好分类，就等去粪扫车，加上事发的前一天固定停收粪扫，拜一粪扫量比其他天搁较济，才出勤半点钟到1.6吨左右。因为加济摆一直地，才会导火烧起来。杀虫剂的罐子可以直接丢。保特瓶呢，可以回收了塑胶类的、电器类的，还有电池啦。这些都要整个分类很清楚的。其实实际去街访，真侪人拢清楚讲电池含高压的喷管禁止单粪扫车，就连米粉、太白粉含大量会当食的粉，嘛必须要回收来处理。环保局提醒讲，只要防查到无照规定来分类，就会当照废弃物清理法来罚1200到6000。记者综合报道。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有内部员工指控讲，基金会负责市面上的火警探测器的检验，却拢无照规定的做，一寡有问题的产品嘛通过检验。伊讲，这员工讲伊因为向监察院有消防署检举，伫调查佮还未有结果的时阵，伊人就互消安会死头路。
这粒火警探测器按照规定30秒以内就要有动作，但是测验到1分钟半也是无反应。有线是讲，家己伫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做事，负责火警探测器的检验工课。不过今年才发现无合格的火警探测器，尾仔也是互人通过检验，这期检验无按照规定行。甚至我们基金会里面的董监事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厂商，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基金会的董监事会也是这些厂商？那当然施压下去，当然这些干部全部都或者是检验员根本不敢判不合格。这是攸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为什么？有线是发现我30粒探测器有类似的问题，伊伫4月份做夜空者，向消防署甲检测院送出陈情，但是煞予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施压，要求撤回陈情书，甚至伫调查结果还未出来之前，就甲医师透露，伊甲工会团体也积极，为什么消防署调查这个案件超过3个月，都无结果？已经超过了3个月了，那调查报告依然是没有公开的。那责任的归属都还没有厘清的状况之下，那基金会就已经解雇了我们的这个吹哨者的劳工。原来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中，那我们会尽快办理。消防署讲会赶紧处理调查报告，但是并无提出明确的时间点。另外表示，但有阵时感觉家己的路权受损，会当向地方机关提出调解。也讲消安会是财团法人，也是独立机关，消防署无权管理。工会团体甲有线是对消防署的回应并无满意，讲会请律师透过司法争取权益。记者讲谢桂林新闻报道。为着要帮助捌拄过职业灾害劳工会当重新登去工课场，卫生福利部跟劳动部合作，增加福建的专职病院数量即马计共是有36间的病院，会当提供2000个以上的劳工来福建。精神是伫公司是负责修理水电，嘛是厝内主要负责经济的人。但是2当前一场车祸，造成伊规身躯真侪所在拢骨折，连日常生活穿衫、爬楼梯拢有困难，工课嘛无法度做。好佳在经过病院的治疗和职能复健，半年后伊阁成功登去做工课。接受强化训练之后，现在到目前为止，我重返职场之后。对我原本的工作，现在工作上爬楼梯，或是我蹲下、弯腰，工作上、执行上都没有问题了。为着强化职灾劳工中间协作，卫福部和劳动部下部会来合作，扩大伤病诊治病院是17间，一年服务差不多1.9万人次。职灾职能复健专职病院增加到36间，个案管理服务一年差不多2200案。另外，阁有25间机构会当提供强化劳工生理和心理训练在服务。劳工都是最基层，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健康，其实这是这些年来政府所重视的。不管是从医疗复健的职业伤病诊治，然后职业病的通报，职能辅导相关的职业训练就业服务，我们都有一系列的展开。根据卫福部18间部立病院的统计，去年112年申报职灾劳工问急诊的人次，拢总有1.5万外人次，单院是570人次。劳动部强调讲，希望透过劳政和卫政单位下部会的整合，让劳工会当安全而且顺利回来工课场，嘛降低因为职灾劳动人口减少造成的欠工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饭店用一届的单调用品是真浪费，环境部要求业者对2025年开始，就袂当阁主动来提供今仔早起，环境部阁再提出讲，要来补助业者，甲塑胶管仔的水药改做玻璃管仔，也是讲说饮水机，嘛讲一档会当来减少2300吨的塑胶垃圾。来到饭店大暝，房间内洗头毛的、洗身躯的、热啊、器皿甲扣刀，全部拢有。毋过，煞是制造一届性的垃圾。环境部推动对明年开始，陆续业者袂阁再主动提供备品。最近阁较推出补助，希望业者甲一届性的塑胶干仔改做以玻璃来滴水，加设饮水机。你的减速房数有达到一定的条件，每案用3万块的方式来补助。建立区域型的玻璃明胶水重复填充系统呢，每案上限500万元的补助。陆续业者袂阁再主动提供备品，原本是2023年中旬就要开始实施，毋过引起真大的反弹。后来延到2025年，袂阁再主动提供的5000级的饭店，一开始嘛是互人批评，面册拢是负面的文字。坦白讲，要顾高品质的服务，甲减速减碳有影是真困难。毋过嘛发现消费者态度咧转变。
1年之内骂我们的从9成变成6成。有旅宿业者认为讲，饭店是用电的大户提供玻璃杆仔，就需要洗，认为了电阁无够环保，违反净零排放的目标。清洗玻璃瓶，还是要用那个洗碗机什么机？那些大量吃电的怪兽，根本就是绿色会计没有算好。业者建议，若准备互饭店减碳佮减速，应该就要补助来买绿电。早起环境部办理宣导活动，部长边启明讲，生产塑胶杆仔会排碳，若要洗玻璃杆仔，只要方法正确，水电用了无介偌济。毋过，伊嘛坦白讲，连5星级的饭店推动都拢有困难，所以改变观念还阁需要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英国的西北部的瓦海都市绍斯波特，昨有一个17岁查甫囡仔，伫一间囡仔的跳舞教室摕刀乌白台杀死2个囡仔，佮有9个人受伤，其中有6个人是真严重。警方已经把这个嫌犯抓起来，佮调查伊杀人的动机。现场有警戒线，几啊台警车加救护车伫现场待命。英国西北部滨海城市绍斯波特2号早起传出野刀攻击事件，警方伫10点外协报了后，派出几啊台警车加救护车去当地救援。I called the police, but there's many people on the phone at that point because it was like a bomb had gone off. You know, girls' bodies all over the place. 代志发生地点是一个儿童舞蹈工作室，迄当时有真侪囡仔当咧参加泰勒斯主题活动，歹徒举刀弄入去开始攻击，造成几个人死伤。That 2 children have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injuries sustained in this morning's knife attack. 9 other children have been injured, and 6 of them are in a critical condition. All those injured have suffered stab wounds sustained during the attack, and 2 adults are also in a critical condition after being injured during the incident. 警方指出，凶嫌是一位17岁查甫人，伫卡蒂夫出事，会接受审问，目前并无发现甲恐怖活动有关系。英国首相斯凯尔讲，这个事件真可怕，会当讲无法度去想受伤的人甲家属当地经历的悲伤甲创伤。I know the whole country is deeply shocked at what they've seen and what they've heard. And I know I speak for everybody in the whole country in saying our thoughts and condolences with the victims, their families, their friends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凯特王妃也透过社群媒体 X 发文，对受到伤害的人表达哀悼，佮为受伤的人祈祷，同时感谢紧急救援人员伫关键时刻站出来。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再来看南美洲委内瑞拉总统大选的结果，引起正大的争议。委内瑞拉的中选会昨宣布讲，现任的总统马杜罗摕到过半的选票连任。也毋过，反对派的候选人是指出讲，出口民调显示讲，因摕到超过7成的选票，批评讲有作票。毋但伫国内有抗议哦，一寡国家对选举的结果嘛有质疑。催泪高处发射的声音，民众一直在休。2国的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干那战场，这个现任总统马杜罗作弊才连任的民众，伫街仔路和顶部警察是爆发激烈的冲突，爱马杜罗较紧落台。Queremos libertad, queremos que se vaya Maduro, vete Maduro, coño de tu madre. 委内瑞拉2届总统大选，英国的中选会宣布讲，已经执政11年，61岁现任总统马杜罗，以51%的得票率是拍败反对派的贡萨雷斯和马查多的44%，赢第3个总统6年的任期。但是选前真侪间独立民调拢显示讲，反对派的支持率拢超过70%，马杜罗的支持率大多数拢伫15%到35%之间。La diferencia fue en todos los estados de Venezuela, en todos los estratos, en todos los sectores, en todos ganamos y ganaste. Quiero agradecerle a la comunidad internacional por su solidaridad y apoyo a Venezuela en estos momentos.
目前中南美洲的国家，干那古巴、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是恭喜马杜罗来连任。国际中俄两国嘛承认这摆的选举结果，不过南美地区包括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7个国家是无承认美国大选的结果。马杜罗嘛下令英国的外交人员爱撤离这个国家。巴拿马是宣布暂停两国的外交关系。阿根廷总统米雷伊阁直接讲马杜罗是独裁者。联合国、欧盟和美国这西方国家，拢对美国官方的大选结果表示关心，质疑讲并无真正反映出美国人民的意志。马杜罗阁一摆选赢，代表委内瑞拉长1/4世纪拢伫社会主义的统治之下。马杜罗前2个任期，美国已经有超过770万人变作移民，走去国外来讨生活。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过来消息哦，咱来看风台扫过高雄有部分路段路基空气、路绑起哦。伫林武的8德西路，阁有8德1路的路口，今仔透早路就绑起，工程单位是赶紧去了解状况，去补路。另外，毛民众质疑讲，市政府公告淹水后的补偿申请的条件并无公平。路面落也阁流啊，避开开比洪台过境高雄部分路面路基空气也是放落。市府7月30透早，阁再接到通知，林武8德西路甲8德1路交叉路口路面落范围大约3公尺宽、5公尺长。今来看遐济，然后让他5公里就陷下去。工作人员正路确认范围，市府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勘，就惊路面落危害行车安全。而工程新派人正路面，要厘清落的面积甲原因。水利局还有我们公务局的道路养护工程处，那现场再做一个最后确认。那待会的话，现场会做一个立即的这个开挖，那确认底下的这个坑洞的状况之后，那会马上做一个回填灌浆，那个加固道路的基础的。除了林武左营翠华路啊、胜利路的交叉路口，快车道上下嘛，因为顶板严重落落，甲其中2车道封起来，开比风台迫害车路嘛，造成高雄侪所在淹水。市府宣布补偿淹水护卫租金，不过有民众发现公告的内容点头无列，申请对象质疑无公平。都一样是住户啊，对啊，不会因为说我们就开店，就为什么不能补助这样子？点头家认为淹水共款对因造成伤害，呼吁市府嘛爱补助。高雄市府解说讲，因为相关补助办法规定，补助资格就要按照基础事实来认定，所以才会排除点头，无法度统一发放。记者高雄报道。即届的风台哦，云林县有160间学校有灾情，有真侪哦，拢是树啊倒去，爱个单厂商安排时间来处理。另外64间学校的校舍，佮有设备哦受到损害。教育处嘛表示讲，整体损失各会统计。来学校参加校热营队，学生先到防远无用整理环境。开比风台即回毋若靠强风变大雨，嘛互云林县真侪校园内底树啊倒去，这2天拢咧无用变扫。很多树都倒了，然后叶子很多。风力很强，然后又连续下雨，所以下雨的话，那个地层会比较松软，所以加上大雨的话，真的这一棵大树就修不了。部长梁严国小表示，这回学校内底虽然无淹水，不过强风是造成几啊丛树啊倒去，已经请厂商勘早安排时间处理。针对这件代志，云林县教育处表示，全县受灾学校计共有160间。这一次总共有160校回报，校园有受到灾损。那大多数的学校都是树木倾倒啊。那其中呢有64校呢，它校园建筑物跟设施设备受损。那大部分都是呢，校园瓷砖剥落啊，或者是呢，器具受到淹水，然后损坏无法使用。教育处表示，淹水的灾情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计共有31间学校淹水，其中有12间专区淹水，上严重的超过30-40公分。目前大多数都已经变扫好势，也若是整体财务损失，也阁需要学校提报统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社岛的开发争议已经几啊10档了。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昨出席社岛专案工作站的启用典礼外面拢是抗议的布条。李树川是表示讲，因会阁继续甲市民、有地主来沟通。
挂抗议报条社岛开发计划争议是搁在继续。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29日参加社岛专案工作站的启用大会，不过社岛自救会批评讲，市府甘愿开3个月定中红社岛开发工作站，却无愿意开心力来重启新版的社岛都市计划草案的讨论，根本就是颠倒平。就算你今天装潢的美轮美奂，居民还是不愿意踏进这个工作站，永远只谈区段征收，永远只谈安置计划。我们谈的是保留家园，2条平行线没有办法沟通的。大概有意见的所有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市民或是地主，我们还是会继续跟他们沟通。但是社子岛的开发是一定要往前走。社岛开发案已经完成风风计划、都市计划和环境影响的评估。过程中是办1场安置听证、17场安置说明会、5场安置咨询会和超过50场的开发说明会。但是开发范围和地价地比例一直无审定，加上一寡居民是反对区段征收，造成区段征收的计划延迟，各地的内政部的心意。我们是民主国家吗？安置是一个次等公民的想法，是你拆了人家房子才要安置人家嘛，对不对？把他认为跟他同一边的人把他圈在一起，我们并只是安安稳稳的想要在这边生存的人，我们得到的是再次的放弃。在地居民质疑讲，市府无针对自录的保留来做讨论，但都是进行安置说明会，在互沟通的进度一直伫原地，嘛重新解读建原地改建的诉求。接下来的8月12号到13号，也会针对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寄发通知，邀请他们到我们工作站这边来进行沟通跟说明。地政局讲，目前市府已经通知全区土地所有权人，排定伫8月12到17和8月19到23下晡2点到5点，伫社岛专案工作站内办理社岛地区无纳入区段征收范围原则和宽约说明的意见交流，而且甲办理情形提送内政部土地小组来继续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的太平溪哦，风台过了溪水煞长流，有真侪鱼啊，因为欠缺上诉冰度。台东县的水利科是表示讲，因为太平溪是吸收卑南圳的灌溉卖水哦，即嘛因为灌溉的水准无水了，所以才会长流。风台大雨过了后，台东市太平溪突然断流，桥卡一个水窟仔出现大批死鱼，溪床也阁有被护岛走的鱼死伫枯壳的溪床。为了太平溪阁开始出现水头中游欠水、水尾村少量水的情况，关府水利科表示，台东县溪流关节落差大，大雨过了后，水势随流入海底，佮加上卑南圳灌溉水也因为风台过了后无水，才会形成太平溪断流。平常的水都是来自于卑南溪的灌溉尾水。那这次台风过后，其实那个卑南郡的进水有受到影响。即马水尾溪水的情况，只剩部分的水窟仔，相关的鱼群拢溪伫水窟仔内。生态工作者表示，这款的溪流欠庇护空间，鱼群真紧就去互鸟仔食去，应该爱检讨安怎维持太平溪有水的生态环境。比救援更重要的是，大家可能要跨机关合作去营造它的栖地啊，或者是去维持这个地方的长流水，这些鱼虾蟹至少有个紧急避难所可以躲藏。关府水利科表示，已经甲农水署台东管理处联络，过2天，卑南圳临时引水土地修复，都会有水流入太平溪，断流的情形就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少子化，宜兰县的人口连续2冬拢无到45万人，等于是呼吁县政府应该比照外县市来补助25岁到45岁的女性冷冻卵子来提升生育率哦。县政府是还未正式来回应。伊使用阴道超音波看妇人内巢的位置，在超音波的辅助之下，用射针去到内巢，把液体吸出来，然后再用显微镜找到卵子，这就是做冷冻卵子的流程。生殖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他们都大力的提倡，对于这个妇女，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很早就生育的话，他们要延后他们生育的年龄的话。他们要晚婚的话，可以考虑在年轻的时候做一个冻卵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医师建议，30岁了后的妇人人生育的能力会大大降低，尤其是35岁以上的妇人人，若趁少年的时阵，把卵子冷冻起来，就当提悬因为较晚结婚降低生育率。在宜兰，甘拿罗东博爱病院有提供冷冻卵子相关的门诊，不过因为无合格的生殖中心，若要手术就要去台北。
希望可以就是2.5万来让他们做一个营养费的补给就好了。那其他额外的费用当然是个人可以去承担。宜兰国内人口数位上悬46万人，高达已经降到44万人，而且已经连续2年无到45万人。地方建议县府应该比较大县市，提供25岁至45岁女性接受冷冻卵子的疗程的时阵，补助营养金2万5，还有交通费3000块，一世人一届。因为冻卵本身它必须就是针对妇女做一些比较复杂性的一些，包括一些妇产科相关的一些检查，或者是说要取卵。其实这个对于妇女来讲，它都是一个医疗的行为。其实对妇女本身来讲的话，也是一种侵入性的伤害。不过，县府认为讲，冷冻卵子的技术伫台湾也无真成熟，成功率无悬，人工生殖法嘛无相关的规范。卫生局会持续关注这类的议题，未来若有需要，才会建议敢是要提供补助，要是建议负责人尽量在适合的年岁结婚甲生囝。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半天气哦，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